對於市民而家對食物安全、飲食健康非常注重，特別係好多年輕嘅父母咧，都希望將最健康、最好嘅食物俾小朋友食。作為消費者，其實係有權利去知道我哋去餐廳消費嘅時候，我食落肚嘅嘢係咪一個預製菜咯？所以我想問當局會唔會進一步考慮為預製菜訂立一個清晰嘅定義同埋監管，讓我哋香港市民可以食得安心、食得開心。如果我哋要將一個預製菜，我哋作為一個產業嘅發展，一個生產嘅一個嘅推廣，一個嘅標準嘅制定，發展到成為一個咧，即係咧嚇，我哋係話消費者喺佢嗰個嘅知情方面嘅話。我哋見到當中係有好多嘅細節，好多嘅問題咧，的確係依一個咁樣中間嗰個咁樣嘅差距咧，我哋見到係唔容易去處理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的確就需要一啲嘅時間，我哋睇下內地喺呢一方面佢哋嘅經驗嘅發展係如何。咁但係可以同議員講嘅就話咧嚇，喺制定標準嚟到係推進我哋香港嗰個食物業個發展喺呢方面咧嚇，我哋必定係會呢度不斷嘅努力嘅喺呢方面。